今日3月4號，依則新聞咧就係琴日嘅，張曉明被免職，免去咗政協嘅職務。嗱，咁啱得咁巧咧，出嚟講嘢嘅咧就有李慧瓊。佢講咧就係我係信任啦，同埋尊重中央嘅人事變動，咁就啱啦。其實我想講咗佢好耐，佢先係今日嘅主角。大家好，我係龐茂。講翻張曉明嘅仕途，佢讀書咧就係讀法律刑事學嘅，跟住咧就86年咧入咗港澳辦嘅系統。佢命運最靚嘅咧就係呢兩處嗱，今日咧同埋可以講多啲嘅做人嗰個因果個關係。06年基本法嗰個委員，即係有份起草基本法㗎啦。12年咧就最高峰啦，12年咧就係中央委員同埋當選咗中聯辦主任。嗱，12年咧呢個大運，呢個大運係佢人生嘅轉捩點嚟嘅。其實最靚仔咧係呢兩個大運。嗱，呢個就係因同果啊。有時我哋大運咧唔係即刻睇到，尤其有個漸變嘅咧，唔係即刻睇到。同埋一個係我哋叫克理嘅五行啦。譬如佢呢個就係土啦，克土嗰個就係木啦，木嘅五行咧成柱咧，呢啲會令佢咧有啲轉變嘅大運。咁就唔係即刻睇到㗎啦。佢呢度咧就佢依個八字咧，老實講，個人就裏裏外外都係張揚嘅。咁個八字咧其實就麻麻地嘅，但係由於佢一開始啊就係行好運啦，所以佢咧就真係青雲直上啊，一路啦，當係呢個咁嘅升官啦，一路咁。其實去到呢個位咧停滯咗㗎啦，就會慢慢跌翻落嚟。嗱，依度其實已經係最高點嚟㗎啦。我哋喺鏡頭前咧就以為呢個先係最高點，其實呢真正好運咧，最好運就係呢兩處。嗱，佢係最年輕嘅中聯辦主任，任內首次有中聯辦主任出席法會嘅午餐會，即係行出嚟。以前嘅中聯辦主任咧，不嬲就係匿埋噶嘛，係咪？一國兩制就唔見噶嘛，就唔會有俾人覺得西環嘅存在。自從打佢開始咧，就慢慢大家都知道，其實真正治港嘅咧就係西環，就唔係中環啊嘛。14年就話讓泛民嘅議員從政者活着咧，已經係中央嘅寬大。14年雨傘運動發表咗太陽都係依舊照升起。15年就特首超言論。19年大家都知道發生咗社會運動。佢係幾時升任港澳辦嘅呢？17年就係港澳辦主任啦。港澳辦主任佢係做到2020就落台，跟住就調咗去政協。政協即係應該係啲閒職啦。政協就應該係應該唔係揸實權嘅職務啦。大家可以睇到2020離開咗港澳辦啦，2020就行到呢個運尾。佢而家就行緊呢個甲人大運。咁點解我虛線咗呢？佢今天嗰個落台，其實個因呢就中咗喺呢一度啊。同埋呢啲咁嘅政治人嗰個命運嗰個格局，通常都係想名揚揸實權啦，就唔係揾錢。呢啲係睇得到。呢兩個人嘅人生取向都係咁，呢啲政治人都係一樣啊。縱使一個係令佢轉接嘅大運，都唔係話即刻睇到佢落敗嘅，因為佢嗰個之前係太好，呢兩處係非常之好，咁啊令佢拋物線咁一路拋高，一路拋高。咁佢力量咧一路咁慢慢先落敗嘅，所以特別係轉接運嚟到咧，佢唔會話即刻嘣一聲有個尖角咁轉變嘅。佢係如果你之前係咁好運咧，佢會有個咁樣嘅弧度咁先去落嚟。好啦，咁啊睇翻今日嘅主角李慧瓊啊，李慧瓊咧就25歲就係最年輕嘅區議會議員啦。當年呢個又係啦，同好多大陸落嚟嗰啲共貴一樣，歌手又係，議員又係，個個都係冇往績嘅。往績係好神秘嘅，你唔知佢喺邊度出嚟嘅。總之一落嚟咧就係做議員噶啦。其實就唔單止佢嘅，有特別今日更加容易睇到好多政治新星上位嗰啲都係冇嗰個背景嘅，全部就係一嚟到好似眾星拱月咁啦。有啲甚至乎連嗰個出生日期都冇。張曉明反而有，佢啲老派嘅就。譬如駱惠寧嗰啲，好似我以前查過就冇嘅。佢呢啲年青嘅就會有嘅。
特別喺香港住得耐嗰啲，多數都會有嗰個出生年月日。當然啦，有都未必係真假啦。咁呢個睇落係真嘅。08年當選咗立法會啦，15年就做咗民建聯香港第一大黨嘅主席。15年佢幾多歲咧？74年出世，8901，咁啊大概40歲到啦。非常之年輕。佢嘅運就冇呢個隔離張曉明咁順啊！呢個呢，就係好多是是非非啊，走埋嚟啊，係人都知道係有無形之手捧佢上嚟啦。但我今日想講嘅呢，就係佢係呢一個大運。嗱，呢一個大運好快嘅啫，就喺26年行。26年行呢個辛酉大運，好耐冇做預測啦。今次我預測佢喺呢個大運會落台。呢個就係26至35。好，咁我預測佢就喺呢段時間落台。特別就係喺個運中間，即係大概係29、30、31嗰幾年啦。嗰幾年呢，就最大機會突然間捧咗你上去，你落返去嗰陣時，亦都係落得好快。你上去上得好快，落亦都係。